第一节的，请咱准备心情。快乐快乐，我来见伴，天要兄弟多进来，信心欢喜到处明证，也靠用梦心感念，并向有求救助挂帅，要以我爱我爱天光快乐万头来临，灿烂感恩及欢喜。好，大家平安。好，这是礼拜要开始啊，请大家将手机关机。就用感谢建立伊圣殿的门，就用颂赞建立伊的殿院，就感谢伊
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续到万代。请咱做伙因死来学乐上帝，圣诗第149首，圣诗第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请咱起立来因传手。请咱有案行的重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岛忍耐受苦，变是第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甲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庭，
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大家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刻印。刻印文第59篇，刻印文第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章。我来刻，请兄姐来印。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信神，就得到称义。随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致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反反复复祝福互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报福音的人，伊的脚领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囝真正拢有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传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此时，请咱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礼拜。感谢你的供应，让我们在生活中不致缺乏。感谢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大小事上都可以来依靠你，走过每一个高山低谷。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有时我们会时常对主你没有信心，总想着要自己做主，而没有让主你来掌权。我们有时也时常抱怨不如意的事，没看到生命中还有更多感恩的事情。我们也时常为自己累积财产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以上这些都求主来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礼拜聚会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着智慧，领受张长老所带来的你想跟我们分享的话语。孩子在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自提多书第2章11节到12节。提多书第2章11节到12节。11节，因为上帝已经显明因的恩典，为拯救全人类，训练咱克察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伫现今的时代，过小气、政治、甲敬虔的生活。以上，愿上帝的话加在人的帮助甲智慧。此时，教会周四小组要
带咱来学罗上帝，伊想要学罗的诗歌是《我心航行》。愿一切水的歌声，将这芳芳的节，达到上帝的面前，得着主的欢喜甲赞扬。今日要带咱正道的是张志明长老，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做上帝尽忠的仆人。将时间交予张长老。感谢主。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还要讲三届咋？表示足重要。所以即马这个时代吼，平安对咱来讲是足重要，足重要。尤其咱今仔会使坐到遮，无管咱以往安怎，咱就是平安来到上帝厝，所以咱都爱感谢主。头先听伫会前的圣诗的串联，吟诗学路的时阵。李长老娘，你看，安尼年纪吼，伊伫遐咧大的时阵，我无甲伊看人吼，就是一个哪一个少女呢？迄声足旺的，足水的。所以咱敬拜上帝无分咱的年纪大细，咱就是来敬拜。今日真感谢主，得到牧者、牧师、长职甲会友的应允，互阮基电会会使来遮报告，顺线。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伫遮今仔日，咱有看到，咱个题目叫做“做上帝尽忠的奴仆”，这是伫个提多书
提多书第2章第2章，提多书第2章11节到12节。提多书这个圣经，可能大家人较少有机会去读到，我嘛真少呢。我是因为我伫基甸会内底小组，阮照顺序读圣经，几啊年来安尼一直读，提多书是拄好是顶1、2个月阮读到的，拢总3章尔，足简单。提多以后，圣经内底嘛罕咧提，对即个人，他会迄当阵，保罗先生挑工要写这个提多书呢，因为伫迄个时代是无共款的时代，在保罗时代，迄当阵圣神启示伊来传扬耶稣基督，互遐个真侪人会使成做基督徒，包括犹太人，包括咱咧讲的外邦人，成做基督徒。因为因初信的时阵，伫迄个世代，啥物款的代志拢有，所以保罗就是咧想讲，伊都爱互提多即个少年人，爱坚定伊的心，因为迄当阵有逐款的邪术，逐款的犹太人的律例，因的习惯，因的守法，所以讲起来敢若拢共款，但其实呢是无共款。所以保罗伫迄个时阵，伊就讲，我要来坚定即个少年人，因为保罗伊伫迄个时阵，伊的身体已经衰烂，伊佫互人关家，所以伊就甲提多看做甲提摩太共款，伊是属灵的伊的囝儿，伊希望讲伊以后要传承的时阵，伊会使坚定伊的心志，所以伊就伫提多书内底。就是对这个少年人讲，你都爱家己的目标抓好势，唔好失去。你外口听足济，犹太教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因的讲法各拢无共，你唔免惊，嘛莫互遐个迷惑。目标抓好势，你才会成做上帝的仆人，你才有法度去宣扬上帝的道理。所以伫提多书第2章，咱就看到圣经，咱头有读到。伊讲，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要拯救全人类，要拯救全人类哦。训练人弃杀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伫现今的时代过守纪、正直、甲敬虔的生活。咱看第11节，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啥物叫恩典？恩典是免钱的啦。伊互你恩典，是互你免钱的哦。上帝是创造者呢，伊既然互所有的人恩典，已经显明这个恩典，因为安怎？因为想要救全人类，因为所有人类拢是上帝创造的，伊照伊的形象做的。所以，咱拢是尊贵的哦，咱都爱看会到，咱拢是尊贵的。伊显明互全人类来看，其实伊的恩典显明互全人类，伊要训练人，这人是啥人？在座各位基督徒人是要受训练。伊敢有可能去训练遐个外邦人，遐讲未接触到福音的这个人，无法度。所以，上帝显明伊这个恩典，要拯救全人类，是为着救全人类，无放杀另外一个人，无分伊的宗派，无分伊的种族，伊就是要拯救所有人。这责任要放互啥人？放互全世界即卖基督徒。你是感觉足认同，抑也感觉足尊严？你所想看觅？咱应该尊严咧，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上帝为着安尼，会来到世间，为着要拯救众人。伊怎上天去啊？责任交互啥？交互咱呢？所以咱应该感觉尊严，毋好感觉哇，重担过来啊！
所以上帝安尼拯救，其实伊是因为安怎？因为伊是疼，伊疼全人类，伊才安尼讲。所以甚至乎耶稣为咱受定十字架，透过十字架赎咱的罪，咱才得到永活。伫保罗迄个时代，已经知影即个道理啊呢。啊，迄当阵基督徒打传，基督徒无济，因对即个道理无一定清楚。啊，保罗足清楚，伊就伫迄个时代，就要甲即个道理互因知。其实咱看即摆现主的时代呢，共款是安尼，无变。啊，2000年之前，吼，直直到即摆2000几年前，保罗迄个时代，甲咱这个时代拢共款。因为上帝是永活的，伊的话徛在伫天，袂去改变。伊迄当阵安尼讲，即摆嘛是安尼讲。伊迄当阵安尼应允，即摆嘛是安尼应允。所以伊就要叫人讲，就爱弃杀无健康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咱来看。好来，好，这个吼，这我较袂晓操作。咱来看，就讲无健康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上帝互咱要诚做圣洁，所以伫咧提多书互咱两个方向。所以圣洁有遐困难无？敢若无遐困难呢。无健康的生活放掉，俗世欲望放掉。无健康是啥？即个世界，你要健康，敢若会使对咱独一的上帝。你若互世界即个宗教、即个宗派、教派、邪术、异端、骗算所影响，你的心就安怎？就被飘来飘去，飘来飘去。这就是无健康的。毋是讲啊，我是基督徒，啊，我知影道理。啊，你若心无徛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是无健康。所以保罗嘛足惊喏，提多伊会安尼哦，伊一个少年人，哦，啊遐犹太人因对旧约遐尼熟，对遐典章制度吼，啊旧约上帝话较熟，伊若甲伊讲伊说喏，哎呦，敢若对，敢若毋对，伊会了解讲，咱过健康的生活，就是爱持守这所有的道理。俗世欲望呢，世间所有的物件都是俗世的。咱的食衣住行娱乐，这拢咱需要对无？啊，毋过你若超过你需要的要求，就是一个俗世欲望。所以咱拄好就好，啊，上帝会供应咱所有的所需要。伊若互你穿衫，可能安怎穿，咱就安怎穿，咱就无需要去比较。哦啊，伊敢若穿迄个敢若名牌，伊的包包搁啥物？哦 LV 的，哦遐啥？哦哦遐伊的西装敢若，哦迄嘛是名牌，咱都毋好来看。啊，俗世有啥？声色场所，你看觅，遐拢会吸引人。有当咱在网络，即马网络，你看啥物消息拢有，啥物资讯拢有，人已经习惯安怎？手机摕来安怎？滑手机。我若赛车按台北来宜兰吼，我若无手机吼，我袂晓行咧，因为我得用迄 Google Map， 才找会到遮，才找到我要去的所在。所以你变做讲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成做你的时阵，咱虽然真方便，啊，阮魔鬼嘛真欢喜咧。伊就透过这个网络安怎，甲遐伊的信息无好势，就放喺内底，吸引你去看。所以有当咱个坚定咱的心，圣经讲得足清楚，咱若恋爱这个世界，就是甲上帝安怎对定的。因为原来这个世界原来是好的，因为咱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魔鬼所入来啊。变做伊在掌管，
所以咱家己要足小心这个代志。有当时啊，无一定是安尼，有当咱身体软正，心情无好势，啊，安尼，中年团契，即届莫去好啦。主日啊无嘛小休一下，吼，甲上帝请假。像安尼有当咱个软弱，嘛，互咱安怎，甲这世界分开，甲这世界结连，甲上帝分开。尤其即摆疫情了后，你看，有一站政府规定哦，做礼拜嘛袂使实体，有无？顶年也当时我无啥会去啊。哦，去年，迄当阵拄开始咱足袂习惯的，袂使来教会，都爱看网络来聚会。啊，这疫情连续2年多，即马入去第3年啊，你有感觉无？变做讲，我当网络做礼拜嘛，嘛会使哦。按我讲后疫情时代，其实咱爱应该安怎？像咱即马共款，转来教会才对。因为咱拢是上帝的机体，是耶稣基督的机体。机体无结连斗阵的时阵，拢分开，你看卖，你要安怎去处理？你无法度去处理这个代志，所以咱都爱结连斗阵才有法度。所以咱阁看到拢，伊阁讲到讲，伫现今的世代，你这个无健康俗世处理掉了，你要注意啥物货？伫现今即个世代，现今的世代是啥？咱即马活的即个时阵叫做现今的世代。所以咱个有生之年拢是伫个现今的世代。咱伫遮过的时阵，你要注意哦，你要守纪。即个纪是啥？守你家己的本分，毋是你的本分啊，你的基督徒的本分。咱爱守咱基督徒的本分，啊守啥？甲上帝的立约。咱拢诚济拢领过洗礼啊嘛吼，你阁会记个当初领洗礼时阵，牧师安怎来讲？无啥会记啊。有影呢，也是拢咱若伫有伫结婚迄当阵。若伫教会内底，嘛爱洗浴啊。洗浴遐个话，可能当初结婚的时阵，可能有甲斟酌，有甲背起来。即摆呢，经过3年、5年、10年、20年、30年、50年，可能有哦。你都袂记啊呢。所以，甲上帝立的约，咱爱去守，即个记就是安尼，守你基督徒的本分。啊，过来喏，爱正直，爱正直。正直是啥？上帝足要求的。正直安怎来？是按上帝的公义来。咱守上帝的公义，你才好做正直。所以伊迄咱安尼心来看遮个，你守安尼生活的时阵，你就较紧过，较有办法过啥？健康的生活，你才有法度做健康的生活。因为上帝爱咱所有基督徒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伊足大的一个愿望是啥？伊希望互咱尊贵的身份，伊要互咱来统治管理所有的万民。你有想到无？其实。伫亚当夏娃迄当阵啊，都会管理所有的呢，是因为人犯罪呢。所以咱拢袂记啊，咱个身份是安尼哦。你遐尼尊贵呢，上帝要甲这拢互你管呢。咱拢犯罪，所以变做拢袂记啊，拢甲世界斗阵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遮，诚做人的模范，伊诚做人的款式，就是要互人来学习。伊共款是人，敢有影耶稣基督是人，所以伊就无软正无软弱。有啊，伊若诚做人的时阵，就互人的啥这限制。所以伊互人鞭拍会听无？会呢，因为伊是人呢。啊，我用人的款式的时阵，虽然有诚济威胁、诚济引诱、诚济鞭拍、诚济痛苦、诚济忧伤，伊
经过遮的，啊毋过呢，伊无犯罪。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互咱看会到迄个表率，迄个模样。伊诚侪人会使，咱会使想安尼无？会使。啊毋过有困难无？有。真困难无？真困难。啊，你怎放杀无？毋好。你无管哪，毋好放杀。哦，咱讲穷其一生就安那，爱追求啦。因为上帝较主要在看你的过程。你做无到遐无要紧，你有愿意安尼做无？要是讲你认为你无法度，你就哪放杀啦，算了啊，袂使安尼。所以上帝互咱的心智是咱爱看会到，去成长，去毋好放杀。你直直行落无要紧，当你愿意直直行落时，健康的生活才有可能甲你相斗阵。其实伫遮有一个足重要的，就是咱爱靠啥？靠圣神的开导。咱爱靠圣神的开导。咱毋好想讲靠我家己会使，无可能。你看伫旧约内底，足侪拄开始拢靠上帝，尊主最大，渐渐家己安怎哪来哪厉害啊？哦，遐国王共款，哦，大兵嘛嘛安尼，所罗门吼，因囝嘛拢安尼。无健康的时阵。开始追求家己的时阵，完蛋了，拢坠落啊，拢坠落迄个陷坑。伊若无机会，搁若悔改认罪，所以变成有影说无机会。所以咱就看会到，伫即个世代内底，咱就要注意遮个。咱我看咧，今仔日伫遮，除了甲各位分享圣经遮个道理以外，搁一个题目就是要甲基甸会的事工，踮遮甲逐位做报告。基甸会上重要是啥？送圣经，哦，引带人来归主。基甸会去倒位送圣经？病院，哦，旅馆，哦，咱若去旅馆，无管伫国内国外，拢会看到迄啥？桌啊、抽屉有一本圣经，哦，迄圣经有一个，哦，这个 logo， 哦，基甸会 logo， 迄拢是基甸会放伫遐，互遐个旅客会使伫迄个时阵啊啦，有机会接触到上帝的话啦。啊，过来，伫咧倒位？伫咧学校。所以基甸会用一年差不多800-900场的学校的见证分享，啊，顺线伫遐呐送圣经，啊，疫情了后呐，减到无到一半。你看，啊，毋过安尼时阵，是毋是遐宣教怎无去？毋是，其实佫有别款的办法，我较等下再佫分享。过来是啥？军警，哦，军队、警察，基甸会嘛拢去遐分享的。哦，我几啊年前，哦，我是咧设置基甸会，伫咧新北市遐，哦，我几啊年，哦，捌拢去迄个啥海巡署，伫咧迄个万里遐，哦，伫靠海边遐，去遐甲因分享，哦，分圣经。我有一个感想哦，近摆若要去的时阵吼，甲因通知甲因约好的时间吼，我想讲迄个听吼，可能袂遐侪人，因为海巡署的人吼，拢爱派去各个迄个海岸边迄个啥哨站。啊，若讲要叫因转来吼，来遮听吼，因无一定愿意来。结果几下摆的经验拢啦，拢坐满呢，我足感动。哦，原来伊嘛心内较无，因为伊伫咧安尼所在，伫遐碉堡，3、5个人踮遐，足寂寞，心灵无空虚，无得到安慰，所以因顶个有安尼经验，若来遮的时阵啦，虽然伊无一定是基督徒，啊，毋过听了啦，哇，得到激励，得到安慰，伊就讲我都愿意来，
你看，有当咱认为无安怎的，我对因来讲呢，对遐毋是基督徒的呢，伊听到这感觉足稀奇啊。咱感觉无安怎，足平常嘛。咱逐礼拜拢咧听，牧师拢咧讲，你牧师拢咧甲咱讲，有当讲甲我敢若捌听过啊啥，搞不好我又打瞌睡了。哦，所以咱从安尼来看，其实对足侪人来讲，这是足重要、足重要的。还佫旅馆态度爱送，我毋知影各位有注意到无？伫咧咱台湾的一寡旅馆哦，尤其一寡五星级的，你有发现无？拖啊扭开，除了咱基甸会圣经有啥？对，佛教的佛经哦。你无甲上帝话放遐，变做送的话伫遐，魔鬼撒旦的话伫遐，你看。啊，咱诚做基督徒，上帝委托咱做这个，咱要安怎看？毋知影要安怎甲上帝交代。所以圣经对咱来讲可能无啥，对遐需要人来讲呢，是不得了的。进前，几啊年前，拄好有机会甲南洋林良堂迄个黄英豪牧师有机会甲伊互动。尾啊，伊了解基甸会事工，因为伊顶届拢无要接受基甸会去遐分享。啊，尾啊人愿意哦，不只愿意接受基甸会去分享哦，为着基甸会复兴，佮另外啦，阮伫敢若3年前的款，阮的基甸会全国的大会邀请伊来分享，伊佮愿意哦。伊就讲着讲，伊会诚做基督徒，就是安怎？当初伊还未诚做基督徒的时阵，伊咧上班，伊的同事摕互伊一本基甸会的圣经，伊看咧，敢若袂歹，拼条敢若佫无啥好势，无彩，应该较水，伊就来放喺伊的书架上。尾经过1、2年后，伊感觉，会使甲现来看卖，伊就甲看卖。啊，结果发觉呢，有些看不怎么懂。啊，拄好伊住的所在离迄个林良堂台北的和平东路迄个林良堂足近，伊怎去遐要甲人问讲，这啥物意思？佮无想着怎去到遐怎调着？调着诚做基督徒，佮安怎？佮尾佮去上因的啥？因的牧者的迄个训练班，我说诚做一个牧师，你看，是咧上帝的话。诚做伊的帮衬了后，佮互伊会使来甲南洋来设立教会，拯救较侪人，所以咱都看到这是足重要的。我有一个经验，因为咧基甸会除了伫国内送圣经以外，我还去国外，所以我就捌去泰国哦送圣经。泰国送圣经。泰国是啥？佛教的国家呢？伊的基督徒偌济？不到0.1%。台湾是讲号称讲有啥物5%、10%对无？伊遐不到0.1%呢。啊，遐华人哦，实在拢足有钱啊！因为早期华人去遐时拢足认真嘛，中国人吼，遐足认真，所以因拢诚富足，所以伫遐有因家己的学校哦，因的子弟会使去上。结果，阮拄有机会去遐送圣经，阮咧叫做国际政经，所以一个团队才有20几个，拢按世界各国来，亚洲人敢若我一个，搁一个韩国的，就安尼啊，其他拢是欧美。阮分做队安尼入去，结果我迄届入去迄个学校的时阵，现看到迄个啥，即边有一个大笔哦，踩遐啦，啊，我免对送圣经。结果有一个看起来像华人的老师，看到我这个亚洲人的面，足欢喜，怎走来啊？看到我的手讲，感谢主，感谢主。thank God，讲啥物代志啊？伊讲我祈祷足久啊呢，祈祷10几年，求上帝应允，会使有圣经送入来阮学校，因为伊认为这无可能嘛，佛教的国家太会可能互你送。结果上帝听我祈祷，
10几年来，你们终于来了，也要讲华语哦。你们终于来了，足欢喜呀！伊愿意上帝话伫迄个所在，互伊遐学生接触，伊就迄个迫切的心，愿意安尼做。所以基甸会有当咧做遮，可能阮是天使安尼做，阮对足侪人呢，是伊性命的改变，嘛是对看到讲上帝的应允得正，所以迄个完全是无共的。另外，基甸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即嘛透过啥训练啊，个人正经啊，个人爱去上圣经。这嘛有一个好处哦，当咱大批咧送的时阵，可能无机会甲伊讲、甲伊分享。你若个人正经的时阵，你都爱小可讲一下。你有啥物见证？你诚做基督徒，你有啥物见证？你有见证无？哦，咱家想看觅。你逐工有经历上帝的恩典甲见证无？你敢若无？你详细想，有呢，有影有呢，因为你无互人逼着啊。你若互人逼着，你就去想啊，有影有呢。有影有呢，所以这嘛是基甸会在做，感谢主。这几年来疫情哦，反倒互基甸会会员受这个造就，甚至都开课来做个人正经的课。啊，这么渐渐个人正经的数量安怎？哪来哪济啊？另外，基甸会伊嘛是一个团队服侍，伫台湾所在才有60几个机会。伫宜兰嘛有机会，哦，伫罗东嘛有机会，所以基甸会嘛希望会使较侪人来参与这个行列，做伙来上圣经，互人会使信主，拯救这个灵魂。基甸会虽然60几个机会，哦，兄弟甲姊妹才有2、3千人，啊，伫规个台湾来看呢，无够呢，无够呢。所以哪济骹手哪好，因为这个是一个末世，对基督来到世间了，就进入末世时代啊啦。基督当时要过来，咱唔知，因为伊可能啊，随时会来，咱都要警醒，咱都要看会到遮。所以基甸会事工是足迫切，要互人归主，嘛需要逐个人的参与。过来，基甸会嘛足需要教会的支持。你讲啊，我敢有支持到？你可能无注意哦。有呢。当基甸会伫咧遮分享、代祷，甲请逐位为着印圣经奉献的时阵，你已经参与啊咧。因为基甸会是敢若教会伸出去一个手骨。讲教会伸出去的一只膀臂啦，应该2只啦吼，不止1只啦吼。啊，左手右手唔知，2只膀臂伸出去，去到迄个啥，教会可能无方便去到的所在，哦，像军警这个部分，哦，像旅馆这个部分，哦，伊就透过安尼来宣扬福音。啊，足侪圣经爱引对无？台湾是一年即马可能较少。哦，到30万本，顶个一年拢到50-60万本呢。30万本的时阵，这圣经的钱按倒会来？印圣经的钱，1000几万，甚至为着要帮助遐无法度买圣经的国家，所以目标拢爱超过一年爱2000万以上。这钱有70%的经费按倒会来？按各位的奉献啊，所以你已经参与啊。各位的奉献，诚做基甸会的帮衬，所有的钱拢用喺啥？买圣经、送圣经。因的行政费是另外叫会友家己管的。所以你若安尼奉献，已经诚做宣教的帮衬，你嘛参与宣教，甚至毋是干那国内宣教，参与国外的宣教。因为台湾若印一本，就送国外一本。印2本，送国外2本，有影是安尼，就把这个费用啦寄互遐个国家，因为足侪国家，咱认为讲，应该会使，袂使因无够啊。
因有诶人甚至伫非洲连家己诶册拢无呢，所以因若摕到即本是啥？我今生第一本属于我的什么书？因偌珍惜啊！其中诶都有一寡国际迄个圣经诶活动去到迄个非洲，因拢无圣经，啊有诶部落有互因教圣经，伊发一个迄个圣经是安怎？是掠开诶，马太一个，马可一个，应该分开啦，逐个人看，看了之后佫交换，所以伊若会使摕到即本啦，他唯一的一本，啊，足侪因诶学校诶制度无课桌椅，啊，遐拢干燥嘛，拢刷较济，都学生拢坐遐，坐喺涂骹，啊，老师咧教的时，因就踮刷顶悬画，画完佫擦掉，画完佫擦掉，很像很先进，但那个也是他们的一个悲哀。所以咱来参悟这个所有的这个文典，嘛讲因为咱的参悟，互因遐国外、甲国内，遮所有的迷信者得到好处，嘛得到拯救的机会。感谢主，咱南洋长老会伫遮，其实咱伫遮，咱逐个人都敢若一个垃圾共款，来照光即个所在。咱教会踮遮就敢若啥？敢若一个顶头，毋是敢若垃圾哦，因为咱一挖来，敢若顶头，即个光要照喺即个社区，互大家人知，互大家人得到安慰，互人得到盼望，甚至伊愿意无拄好先来到教会，教会诚做因的帮助。愿咱大家拢来看即个最重要，互咱教会所有兄弟。互咱教会徛在伫遮个时阵，诚做社区的帮助甲盼望，咱做来祈祷。今日爸，我感谢你，你恩典满满，互阮南洋长老教会徛伫在伫即个社区，阮知这拢是你恩典，互阮诚做你的囝儿，敢若有耶稣基督的形象，甲耶稣基督共款，诚做上帝的囝儿。互阮有阮的尊贵身份，你嘛爱阮伫即个世代，甲你恩典，互所有的全人类来救赎因，因为这嘛是你的疼甲旨意。阮牵条伫你安尼的指示，互阮伫咧阮的生活内底，会使来随时来传扬福音，因为遍传福音嘛是你互阮的责任甲大使命。愿你祝福。南洋阮所有的正会友，会使牵条伫你以外，过来遍传这福音，伫这末世的时阵，互较侪人得到安尼拯救。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只是请人当心，因需来回应上帝话。圣诗第298首，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请咱起立来因选手。你
只是才咱同心来奉献。主介意阮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请尤佩瑜执事、李恩金执事来施献。请咱起立来因奉献的诗歌。慈悲疼谈咱的天父上帝，阮为着阮所有的一切献上感谢，无论是好是歹，拢是你所赏赐的。阮也要好好使用这个恩赐，为主做工，做上帝忠心的奴仆。当阮将你所赐的献出淡薄，做教会事工的路用，求主感纳。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咱重新来读。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要拯救全人类，训练咱去查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伫现今的时代过小智、正直、甲敬虔的生活。提多书第2章11节到12节。好，这是要来报告。本主日为关心国际基甸会主日，感谢暨南教会张志明长老代表基甸会来到本会请安、报告及证道。这时代表教会谢谢张长老来到我们中间。那有没有第一次或是很久没有来到我们这边的新朋友呢？介绍一下。要介绍一下。哦，欢迎欢迎。对，好，那这时来报告，然后10月29日小会决议事项。那有以下这些，那请大家参阅。那10月30日长执会决议事项也有以下这些，请大家参阅。然后有以下这些团契都选出了2023年的同工，其中社青团契、松年团契、那音乐团契、音乐侍奉团、
都选出了2023年同工。那求主赐福给这些同工，让他们在明年的服事都可以顺利感受到主的恩典。那并且有妇女还有学青小组也尽数选出2023年的新日同工，并向办公室回报那个选举的结果。OK， 那本年度查账日定于这个月13日，请各团契整理2022年1月至10月原始凭证及现金账，然后并交给查账员长老郑美珍。那本月19日下午1点，本会进行圣诞节布置，邀集各团契及各会友一起参与布置。好，那台湾教会公报社圣诞糕开始接受登记及精油及赠送新油，然后每盒2入，然后25元，然后登记是20日截止。那如果有意愿的话，等一下可以到后面的那个招待桌上登记。那本会为携手爱无限2.0关怀事工计划于12月1日至20日期间展开关怀，依然是附近邻居社区的弱势家庭，共100户。那本月12日礼拜六早上10点，由关怀部举办执行的行前说明会，请有感动的兄姐积极参与此关怀事工。然后肢体消题，请大家参阅。然后下周的服事表，那也请大家参阅。那并且请参与的与会的同工预备。那如果还有奉献的金额或名单，如果有误的话，那再请金书匠办公室来订正。那以上报告事项，牧师没有补充的。兄弟平安。咱特别伫遮佫一家人甲咱提醒，咱伫咧头拄仔讲的迄个携手爱无限的关怀事工，要伫咧咱这个礼拜六佫怪即个礼拜六礼拜六上午10点，要伫咧咱的教会举行即个行政的即个说明会。因为即个关怀事工，咱要去到伫即个弱势家庭，咱应该爱讲啥物款的话，应该爱有做啥物款的后续的一寡事工的代志，登记等遮的事，期待咱会通做真好的关怀即个事工。所以期待咱兄弟时间尽量那咱时间都合会好势，尽量咱拢来参与。因为100户伫咧即中间咱的中级差不多拢有个人安排5户，有个人安排10户，等遮的。咱会通甲咱的遮个中级同齐去关心遮个遮个弱势的遮个家庭。透过咱安尼关心，咱期待讲，拄仔伫咧即个圣诞月的时阵，咱会通安尼将上帝的疼临到伫遮个家庭，嘛期待因借着安尼咱的即个关怀，互因有机会会通接触到福音。所以期待咱所有众兄弟时间都合会好势，咱尽量拢来参与。咱嘛透过咱伫遐咧参与的过程内面，咱会通搁较领受到上帝搁较侪恩典。就较亲像咱伫进前牧师嘛捌分享过，服侍是咱的需要，因为咱透过服侍的时阵，咱会通搁较经验到上帝恩典，也会通看见到讲上帝怎样赏赐咱的迄个恩典遐尼丰富。咱透过咱伫咧服侍的时阵，咱会用看搁较侪上帝怎样伊安怎恩待咱，咱毋是迄个领受的，咱是迄个欢喜互人的，透过安尼，咱会通经验到上帝搁较侪恩典，所以服侍是咱的需要，期待咱会通共同来参与伫咧即个事工的顶面。拜六下早10点，请咱时间都合会好势，咱拢尽量来参与。时间应该袂真久，用着安尼帮助咱会通伫咧即个关怀的时阵会通做好的工，会通真正咱的迄个关怀落实到伫咱的即个即个弱势家庭的顶面。以上补充报告。好，多谢牧师。这是咱来祈祷。我们一起来同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为着世界的平安一起来祷告。
我们为着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的受难者祷告。大多数的受难者都是10几岁、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才刚开始就失去生命。求上帝的安慰与平安亲自临到那些受苦的家庭。我们也为着俄乌战争祷告，战争已夺走不计其数的宝贵性命，求主让战火早日平息。我们也为着台湾内部的和平来祷告，求主保守月底的大选，不要造成台湾太多的对立和冲突，让选民和候选人在选举的过程中都保持理性的态度。我们也为着台湾的疫情祷告，除了现在每天3万人确诊的 COVID-19 的患者外，最近适逢天气变化大，也有许多呼吸道疾病在国内蔓延。求主保守会友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给长辈和小孩有足够的体力和免疫力，以及是给我们更好的天气，让11月、12月的宜兰有更多的阳光和晴天。最后，下个月就是圣诞节了，我们为着教会圣诞节各样活动的筹备事工祷告，求主赐福给每个参与其中的同工，让我们在筹备过程中更加经历主你的同在，让教会在这过程中更加合一，也让附近的居民、社区更了解圣诞节的意义，以及能够走进教会来认识主。以上祷告所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好，这是咱做伙来结束的诗歌，圣诗第222首，圣诗第222首，上帝做阮代代的帮在，因诗煞请牧师来就读，请咱起立来因传手。主，我满心感谢你，主你透过阮今仔日关心祈祷会的这个时间，主你搁一摆来唤起阮来关心这个上帝话的这个正送，互侪侪这个毋捌主你的人有机会会通透过祈祷会所做的时间来接触到主你的福音。但愿主你亲自做工伫这个顶面，也来安尼激励侪侪兄弟会通来关心伫即个时间，互阮实际参与伫即个中间。不管阮是实际来正送圣经，是透过奉献来关心即个事项，拢愿你家己诚你的心意伫即个时间的顶面，互侪侪人安尼有机会透过即个正送的圣经
互因有机会来领受着主你的恩典满满。但愿主天主来安尼，上帝的平安，家己互恁一尽成圣。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讨避讳。